歡迎翻到嚟 Can I Feel 頻道。今集我哋突發開箱福岡新地標博多西日本 City 大樓，跟住再開箱一間人均200幾蚊喺博多站附近嘅一間酒店。睇之前記得訂閱同埋撳埋個鐘仔啊！全部都係用心製作噶。好，我哋出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帶大家嚟咧福岡博多站咧一個新開張嘅新地標西日本 City 大樓。佢前身咧就係一個西日本銀行嘅舊總部，今日重建咗成為新地標。地面咧仲有好多西餐廳新開張。今日帶大家一齊行下食下嘢。好，出發。由博多站嘅地下西20出口咧一上咧就已經係呢個西日本嘅大樓。咁啊，完全唔使落雨就可以由博多站咧直去到呢個大樓。哇！佢個牆身咧全部都係玻璃幕牆，好鬼有型。地面咧仲有好多綠化，好正。過去望下先。大樓地面有4間新餐廳，全部都好有特色嘅。我哋一齊逐間行下。Stand Tea 咧係來自東京一間人氣嘅立飲酒場，亦都係九州第一間分店。佢將東京流行嘅立飲文化，再加埋九州各地嘅食材同埋小食 ，feel 成為呢一間新式嘅站飲酒吧。Shake Shack 係來自美國紐約嘅連鎖快餐店。呢間博多分店亦都係九州嘅第一間分店。除咗佢哋招牌嘅100% 安格斯牛肉漢堡，仲有呢度先至食到嘅福岡士多啤梨奶昔同埋明太子蛋黃醬薯條。Blue Bottle 係嚟自美國加州嘅，2015年就登陸東京，喺2024年咧就喺天神開咗第一間九州嘅第一間分店。今日就嗌咗杯有少少堅果香味嘅凍拿鐵，就628 yen。另外再叫咗杯佢哋最招牌嘅凍嘅 New Onion 泡沫咖啡，我就轉咗燕麥奶，價錢就係728 yen。咖啡嘅質素咧總體都唔錯，不過價錢咧有少少貴，打卡嘅成分比例咧比較高啊。如果要買手信，咁你要買呢一隻只有博多分店先有得買嘅限定杯啦。配埋個天然藤手柄，幾靚噶，不過要200幾蚊，唔平噶。呢間 Dako 同埋愛冬甩係同一個老細嘅姊妹品牌，全部都係福岡出身嘅。佢哋嘅大本營發源地就係Amatako Town同埋 Dakomaka， 全部都係人氣排隊店嚟噶。愛冬甩咧喺2022年就喺東京嘅中目黑開始首間分店，立即爆紅啊！反應非常之好，跟住好快就喺福岡天神開分店啦。而家仲可以喺福岡博多站前嘅西日本大樓一次過行勻佢哋最新嘅 Dako 同愛冬甩聯手嘅旗艦店，一邊食 Dako 精緻嘅迷你麵包，一邊仲可以食到愛冬甩嘅爆餡冬甩，唔使周圍去啊！呢度見到大概有10幾款唔同款式嘅冬甩。除咗原味之外，嚟到呢度梗係試下博多限定嘅特級抹茶忌廉、咖啡味同埋曲奇冬甩啦。因為我哋都驚啲冬甩賣晒，所以咧我哋先排咗右手邊買完冬甩之後，再翻轉頭排左手嗰邊Dako嗰條隊買麵包。Dako呢度全部嘅麵包咧都比較迷你細件份量嘅，好啱單人食客，又或者咧想試多款式嘅設計，細件都好易食晒嘅，完全唔會浪費，好啱我哋呢啲遊客嘅。佢哋咧就主打長時間發酵嘅麵團，出晒名咧鬆軟同埋有少少煙韌嘅。如果你中意味濃但係唔中意油膩，呢度就啱晒你啦。跟住呢一站咧，就去咗咧愛冬甩同 Dako 聯營嘅一間嘅麵包鋪。首先咧，我就喺愛冬甩咧就買咗一個朱古力嘅冬甩，咁啊334 yen。然喺 Dako 度咧就買咗2個麵包，一個咧就係芝士蛋嘅麵包，一個就係芝士煙肉麵包，兩個都係290 yen。
再嗌咗2杯嘢飲，一杯咧就係凍嘅 latte 啦，另外一杯咧就係一啲季節性嘅沙冰嚟嘅。今日咧佢就個季節性嘅水果咧就係梅同埋桃嘅。嗰杯凍嘅鮮奶咖啡咧就409 yen， 嗰杯季節性嘅沙冰咧就680 yen。佢兩個麵包咧都會幫你咧即時加熱嘅，所以咧熱辣辣都幾好食嘅。如果中意食芝士嘅咧，就呢兩個麵包一定啱晒你啦。就因為咧佢兩個無論個芝士蛋同芝士煙肉嘅麵包咧，裏邊都係爆芝士噶，哇，非常之 creamy 噶。而個朱古力冬甩咧，我覺得幾好食嘅。而我本身咧唔係中意食太甜嘅嘢，而呢個冬甩就啱晒我啦。佢唔算太甜，但係好重嘅朱古力味嘅，正。呢度嘅營業時間咧就係朝頭早8點到夜晚8點，所以咧你想食早餐同下午茶都可以嘅。不過大家留意啦，呢度就唔收現金嘅，全部都係電子支付嘅。太好食啦！第日再 encore， 今次太多人啦，食完再介紹。啱啱咧就試完IM冬甩同埋佢個姊妹店德好嘅麵包店，哇，都非常多人啊！我都排咗差唔多10分鐘。我就試咗2種唔同嘅冬甩款式，一個就係開心果忌廉，就475 yen， 另外一種咧就係抹茶忌廉，就518 yen 嘅。全部冬甩嘅外表咧都好精緻嘅。個開心果忌廉冬甩咧食落咧軟綿綿，幾煙韌，少少甜，但係唔覺膩嘅。個抹茶忌廉冬甩咧個頂咧就有好濃郁嘅抹茶忌廉喺度嘅，個面咧就滲咗少少咧嗰啲抹茶粉，食落咧都幾甘香。加埋啲冬甩甜味咧，混埋一齊咧，好正個感覺。而另外嗰邊嘅德康麵包店咧，大部分麵包咧都係200幾 yen 至到400幾 yen。當中咧，我最欣賞咧就係個肉腸熱狗啦，就320 yen。啲麵包咧好香脆嘅，真係咧全部嘅麵包咧睇得又食得啊！跟住我哋就開箱一間喺博多站附近，性價比超高嘅酒店 Xperia Hotel Hakata。博多站博多出口，我哋而家去酒店啦。呢間酒店咧由博多站博多口個方向出嚟咧，大概行大概都係6-7分鐘左右啦，咁就可以去到呢間酒店。咁步行距離，我覺得係接受嘅。沿途咧，你會見到 Hotel Convenience 啦，同埋日韓酒店。只要你過咗埋日韓酒店嗰個路口轉入去咧，你就會見到噶啦。如果真係落雨嘅話咧，其實咧大家咧可以喺 B4 出口咁出到嚟咧，直行見咗就到呢間酒店。博多口呢一帶嘅酒店，比起竹子口嗰邊就冇咁多夜市，冇咁熱鬧，但係相對咧就清幽好多。而家晏晝2點鐘，早嚟酒店睇下可唔可以 check in 先。酒店大堂有 welcome drink， 嘆杯咖啡先，慢慢再攞房先。另外，酒店又提供一啲浴室用品，可以喺大堂拎嘅。估唔到早咗少少嚟都攞到房，好，上房先。今次入住呢間房咧就15平方米，就真係好細噶啦。不過就貪佢平，原因咧因為我哋入住嘅時候咧係復活節價，都要900幾蚊。淡季嗰時候咧，我見到咧有時係400幾500蚊都有。最貴嗰時候咧，我亦都見過1500蚊都試過。我哋今日下晝2點鐘咧就已經嚟到酒店啦，佢已經可以俾到房我啦。不過大家留意啊 ，official 咧就3點鐘 check in， 朝頭早11點 check out 嘅。見到地面咧有間餐廳，早餐咧就係嗰度食嘅，係自助形式嘅。不過我見到咧啲相咧就唔係太吸引，所以咧我就決定唔喺度食啦。呢一間房咧，我可以話係3分離房間。咩叫3分離咧？就係開嚟咧就獨立到出嚟，另外一邊咧就係 shower， 而個洗手盆咧就擺咗出嚟房間嘅。
呢間酒店咧，除咗位置方便咧，仲有一樣嘢好方便，就係洗手好方便。一開門咧，就要洗手盤嘢喺你右手邊啦，即刻可以洗到手，係真係搞笑啊！另外個入到嚟個玄關位咧，好勉強先可以到呢個篋嘅，除非你係前置式嘅行李啦，咁可能就方便少少啦。呢一邊角落咧就有個小吧台，咁咧裏邊咧就會有啲茶杯、玻璃杯、咖啡包、滴漏咖啡嚟嘅，咁有2包綠茶包，咁有啲奶、有啲 cream 咁樣咯，係啦。咁另外呢個咧就係一個放濕機、空氣清新機嚟嘅。用品方面咧，佢有熱水煲啦，同埋呢個風筒嘅。最驚喜咧，竟然會有個迷你熨斗喺度。用品方面咧，佢就有牙刷啦，同埋呢個梳嘅。如果你想要剃刀咧，就喺攞邊攞嘅。另外有2支免費嘅礦泉水啦。咁啊，雪櫃方面咧，亦都係一個迷你雪櫃，裏面係咩都冇嘅。跟住落翻地面，酒店仲有提供自動售賣機，有汽水、咖啡選擇，仲有微波爐同製冰機，方便你夜晚喺房間開餐。今集同大家開箱完全新嘅西日本 City 大樓同埋 Xperia 酒店，希望大家中意今集內容，下集見。